第一階段係 Cable Alignment Record，即係電纜準線記錄。呢一頁主要用嚟處理第一階段報告所需資料，包括基本資料、亮度記錄、點位資料、底圖校準以及相關示意內容。點位輸入支援多種方式，包括以 A/B 基準點亮度距離，以 A 頂作為原點輸入 X、Y 坐標，或者直接輸入 HK1980 或 GNSS 坐標。除咗可以直接喺網頁輸入，系統亦支援標準 Excel 模板下載同批量匯入，方便處理較多現場記錄。每一個點都可以設定所屬 line， 同一條 line 嘅點會自動連接。如果屬於唔同 line， 報告表格亦可以自動分隔。Legend 勤位就用嚟標示特殊圖例，例如現場設施或者其他標誌。底圖校準部分支援幾種常見做法，使用者可以上傳現成底圖，使用無底圖 A 或 B 坐標方式，套用香港 IB1000 或 CSDI 底圖，或者上傳手繪及掃描底圖，設定 A、B 基準點之後，系統就可以根據輸入點位，全自動喺底圖上畫出電纜準線。系統亦加入咗示意圖標注快速調整功能，方便用家微調標注位置、字體效果同點位顯示。第一階段同時支援建議視孔位置輸入相關點位後，系統會喺圖上自動標示視孔範圍同箭嘴說明。